适逢今年20周年的太鲁阁族证明纪念日，那我们今年一定要办成第1届的太鲁阁族运动会。今天特别到我们的祖居地取农火，是因为我们不能忘记我们曾经老人家打拼天下，争取所有的权益，我们今天才有安居乐业的生活。圣火不是只有运动会的意义，其实圣火这个仪式代表我们太鲁阁族的历史的意义传承。期许在未来的活动上面我们祝福能够圆满的成功。也祝福这次太鲁阁族运动会圆满成功，谢谢，谢谢，蛮能发展。好了。